2026年米蘭秋冬時裝周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全球時尚目光齊聚借助浪漫之都，各大奢侈品牌輪番登場，華語女星們也紛紛亮相秀場，爭奪時尚話語權。而在眾多亮相的藝人中，陣妍希的表現堪稱斷層出圈，不僅憑一場全程無腳本的英文採訪刷屏全網，直接封神，更憑一己之力解鎖 CP 正體稱號，與小13歲的余承恩在秀場頭排同框，一個溫柔知性，一個清爽少年，氛圍感直接拉滿，暴擊全網。這一幕也讓網友紛紛調侃，周柯宇地位不保，難怪之前會擔心姐被拐跑，這魅力誰頂得住啊？與小13歲余承恩的同框，則徹底凸顯了他的 CP 正體體質。作 Ferragamo 2026秋冬大秀的頭牌，陣妍希與余承恩並肩而坐，一同出席這場時尚盛宴。兩人的同框畫面被現場媒體捕捉後，迅速引爆社交平台相關話題。陣妍希余承恩同框比心，陣妍希小13歲弟同框暴擊快速衝上熱搜，網友們紛紛被這對豪門姐弟的氛圍感拿捏。當天，陣妍希身着淡粉色雙排扣西裝套裝，內搭米白馬甲與皺紗短裙，硬挺的羊毛材質與輕盈的紗質形成碰撞，帝飽和粉色調凸顯膚色通透感，收腰剪裁與露腿設計打破了圓潤身形的局限，搭配黑長直髮型，仙氣與鋒芒並存，盡顯高知女神的優雅氣質。而小13歲的余承恩則以清爽短髮造型亮相，身着品牌2026春夏系列服飾，挺闊的剪裁襯得他少年感拉滿，清冷又乾淨。兩人服飾雖非同櫃，但配色和諧，一柔一剛，一成熟一清濕，形成了極具衝擊力的視覺互補。哪怕只是安靜同坐，都自帶偶像劇濾鏡。最讓人驚艷的莫過於兩人的即興互動，當現場鏡頭掃過兩人時，他們不約而同轉向彼此，雙手高舉交錯，在空中比出一個完整的心形手勢，動作默契十足，毫無刻意營業的痕跡，被網友稱為豪門姐弟的偶像劇式定格。據悉，這個比心舉動準足臨場發揮，因秀場背景音樂輕快，鏡頭掃至面前時，余承恩主動示意互動，陣妍希便默契回應。這份自然從詞的相處，也讓網友直呼太好合了，甚至有網友調侃：這默契比刻意炒 CP 的藝人自然多了。陣妍希果然是 CP 正體。更有意思的是，陣妍希在當晚的個人直播中，旋主動提及了這場同框互動，笑稱網友的豪門姐弟比喻十分有趣，旋順勢引導觀眾關注余承恩當晚21點的品牌直播間雲遊米蘭活動，兩人通過自然互動為彼此曝光賦能，形成了良性的旋轉循環。這份清醒與體面，也讓網友更加好感倍增。業內人士也評價，兩人的互動打破了常規，不同於刻意營業的 CP 營銷或零交流的冰冷同框，而是通過一個簡閃的手勢，傳遞出尊重與信任感，堪稱浮躁名利場中罕見的松弛感樣本。這場同框名場面一經曝光，網友們最先想到的，就是與陣妍希因追擊蝴蝶結緣的周柯宇。畢竟，周柯宇比陣妍希小19歲，兩人在劇中飾演相差19歲的離異精英城貧困學霸，密集的雙向救贖情節奠定了姐弟戀天花板的口碑，戲外更是保持着乾淨又親密的相處模式。周柯宇始終謙遜有禮地稱呼陣妍希為妍姐姐，常常向她請教表演技巧，而陣妍希也毫無前輩架子，主動為周柯宇帶路，兩人互相成就，彼此尊重。此前，在2026年2月的微博之夜紅毯上，兩人全程十指緊扣，相視一笑的瞬間就曾引爆全網，被劇粉譽為內娛姐弟戀售後天花板。周柯宇緊張時指尖微顫，陣妍希引導式的安撫笑容，都讓網友感嘆比偶像劇更真實。
而此次陣妍希米蘭秀場與小13歲的余承恩同框暴擊，網友們便紛紛調侃周柯宇，言這又解鎖新弟弟。周柯宇這下真的地位不保了，難怪之前周柯宇倍擔心這被拐跑。憑陣妍希隻 CP 體字，誰看了不心動啊？周柯宇快吃醋，不然專捉這就要被闖啦。其實網友的調侃並非沒有道理，畢竟陣妍希的 CP 正體字早已在圈內得到印證，無論是與周柯宇的熒幕姐弟戀，算是與余承恩的秀場豪門姐弟，亦或是過往與其他藝人的合作，他都能憑借自身的溫柔氣場，與搭檔形成絕佳的化學反應，不刻意，不油膩，乾淨又自然。而這份 CP 感的核心，從來不是刻意炒作，而是他自身的狀態足夠好，清醒、獨立、溫柔又有底氣。這種由內而外散發的魅力，才能的配各種風格的搭檔，也才能讓每一次同框都充滿驚喜。值得一提的是，陣妍希與余承恩的同框，並沒有引發任何緋聞爭議，反而因為自然從詞的相處模式，收穫了全網好評。這也離不開他始終保持的分寸感，無論是與周柯宇，算是與余承恩，他都能守住前輩與後輩的邊界，不越界，不炒作，只保持準髓的欣賞與尊重。就像他與周柯宇，戲裏是雙向奔赴的熒幕情侶，戲外是相處融洽的前輩與後輩，沒有多餘緋聞，只有乾淨舒服的搭檔情誼。與余承恩，則是秀場上的默契伙伴，通過一場即興互動，傳遞出溫暖與善意，這份清醒，在娛樂圈格外難得。而周柯宇此次也第一時間關注了陣妍希的米蘭動態，在他英文採訪封神與余承恩同框爆火後，依舊在社交平台隔空點讚，雖然沒有再額外評論，但這份默默的關注也讓網友感受到了兩人之間準髓的友誼。有網友猜測，周柯宇或苦真的配少少的擔心，畢竟陣妍希的魅力實在太出眾，離婚後越發耀眼，不僅有高知學識、優雅氣質，全有自帶的 CP 感，走到哪裏都能吸引目光，也難怪網友會調侃他地位不保。這場英文採訪視頻與同框名場面一經流出，相關話題累計閱讀量迅速突破15億，網友們紛紛留言驚嘆：陣妍希也太絕了吧！英文封神就算了，和小13歲弟弟同框也這麼有氛圍感 ，CP 正體實誰無論和誰同框都好合，不刻意不油膩。周柯宇危險了，新弟弟顏值氣質都在線，這下有對手了。原來沈佳宜的底色是高知女神，也是自帶 CP 感的寶藏藝人，甚至有不少網友喊話陣妍希，希望他能與余承恩合作一部都市劇，將秀場的默契延續到熒幕之上。很多人好奇陣妍希的英文為何能達到如此高的水平，其實這並非偶然，而是源於他多年來的系統化國際教育與持續積累。據悉，陣妍希出身台北富裕家庭，父親是貿易公司總裁，從小就注重對他的國際化教育。初中畢業後，他便被送往美國加州私立西南中學讀高中。這段青少年時期的沉浸式學習，為他的語言能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高中畢業後，他更是憑借優異的成績考入全球頂尖的帕森斯設計學院攻讀服裝設計。1年後因志趣調整，轉學至全美 Top 25的南加利福尼亞大學 USC。2005年畢業時，他拿下了市場營銷學士學位及美術副修學位。在校期間成績斐然，曾在200人規模的市場營銷課程中奪得第1名。南加大毗鄰好萊塢，多元的文化環境進一步強化了他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大學期間，他旋活躍於戲劇社團，參與英文劇目演出，積累了豐富的口語表達經驗。校友侯佩岑曾公開提及，陣妍希因出眾的學術表現和親和力，成為校園風雲人物，被公認為南加大校花。
除此之外，陳妍希的英文能力旋在專業領域得到了充分檢驗。2016年，她主演好萊塢電影《夏威夷之戀》，首次挑戰全英文對白表演，憑借出色的表現摘得第32屆洛杉磯亞太電影節最佳女主角。2013年發行的個人專輯《Me, Myself and I》中，10首歌詞全由她獨立完成英文創作，9首曲子3語譜曲，展現了她在語言與創作上的雙重天賦。除了 Ferragamo 的墨綠紗裙和粉色西裝，陳妍希在米蘭船解鎖了多套風格迥異的造型，每一套都精準踩中時尚痛點，展現出多元的時尚表現力。在 Gia 的大秀上，她則以黑色娃娃領獎恤疊搭超短裙，外罩同色系大衣，看似保守的全身黑被解構為3層剪裁，娃娃領減齡，短裙顯腿長，大衣強化廓形，腰間的金足球飾與尖頭高跟鞋成為點睛之筆，完美詮釋了全黑不等於沉悶。而出發米蘭時的黑色羊毛掌大衣造型，混搭連帽鉗織衫與皮質半裙，墨鏡加持，盡顯都市女性的冷冽與幹練。下車時的動態抓拍，更是被網友評為氣場全開名場面。